这个新闻要和咱讲一个，值得咱好好思考一个新闻。有一个老爸伫网络写讲啊，本来要带囡仔去买新衫，想到囡仔一个听到这个牌子是 Net 的时呢，遂出现气嫌的表情，和这个做老爸真无奈。这个文章一个打出来，引起真侪人伫讨论，有真侪网友支持这个牌子。因为安怎讲呢？这个本土的牌子长期咧做公益，连续10几档，封管好弱势的囡仔拣新衫，连这个副总统赖清德、甲高雄的市议员黄捷，嘛拢用行动相听。人民册顶铺一张相片，互网友拢看个真介意。高雄市议员黄捷穿歪写字、黑色的新领内衫，佮倒搭一领黑色的牛仔底裤，绕肩胛头真肉感。相片铺上网，互3万外网友拢来称赞。这规事拢是伫咧内十尾，只要500，得当穿甲啪里啪里，佮死当当。黄捷大动作支持，因为并个内侧最近因为一篇普文，互大家拢伫咧讨论。一个爸爸伫咧网络顶普文讲，本正欢欢喜喜要带囡仔去买衫裤，想到囡仔煞真气嫌，互爸爸讲个硬气。普文抛出来，互网友拢伫咧论战。有网友就讲，这衫的材质爱搁较加油咧。某人讲，这衫小够脚，不过即马毛政治人物爱穿内侧衫。蔡培慧就是唔甘人道重大建设。甲人无法度通比拼。顶个月底来到南投替蔡培慧补选，副总统赖清德穿一领印有台湾的黑色旗画，就是伫咧内一尾 Instagram 分享青菜相片，不管内底写字安怎画，路口拢是一领。啊若讲真实的，这是赖清德伫咧2020年甲内侧特别定做。赖清德讲真介意内侧，家己就买几领，要招网友做来支持正港的台湾品牌。今天我身上的这件外套，其实也是 Net 的品牌，连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也都是 Net 的爱好者。其实 Net 它是一个佛心企业，因为连续14年来，Net 都会封馆，然后邀请这个家福中心的这孩子，在农历年前呢，到他们馆里面去挑选这个衣服。那赖清德包括议员林良君、张美学，包拢伫咧社群媒体顶铺青菜相片支持，因为这篇文章引起大家讨论。面对各界斗乌烟，内侧敢若无受到政治影响，来推出优惠折扣，邀请大家来斗支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